今日介紹咧咩叫電磁波輻射。其實電磁波輻射咧係對我哋人體非常之有害嘅喎。咁同埋咧，點解好多人咧都有頭痛啦、偏頭痛啦，同埋咧睡眠瞓得唔好。嗱，呢度咧有個 SDR 嘅，你睇到啦，咧都係向上嘅，係啦，佢好活躍嘅。咁咧其實大腦嘅頻率咧就係72到90。咁我哋而家開個頻率都係同我哋嘅大腦嘅頻率係一樣啦。我呢度有個測試儀，就係 RD9300嘅測試儀器，一開。你睇到佢噶係過2700，兩部電話，所以好多小朋友機不離手咧，你要自己諗下啦。呢啲數值係咩嚟呢？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簡稱 FCC， 即係負責監管通訊事項，包括電話、衛星通訊等等。FCC 出咗電磁波探測指數，係以微瓦為單位。分為4區，綠色0至200微瓦係可以接受範圍，而黃色、橙色係不可以接受範圍。如果1500以上，已經屬於紅色區域。FCC 指出，如果長期暴露於喺黃色或紅色區域，係對身體有一定嘅影響，例如睡眠、注意力、頭痛等等。而世界衛生署評為電磁波輻射列為2B 級致癌風險，患腦膠質瘤風險增加2倍。呢個咧就係一個 M+，係可以中和電磁波輻射嘅。好，會着燈嘅。好啦，插着咗佢，你見到嗰啲頻率，睇唔睇到呢個頻率？全部靜止咗。你睇下，慢慢靜止咗。而呢個 RD9300，你可以睇下，0、0都係0。好啦，再熄翻呢個 M+，你睇下，全部向上嘅，而佢係不停咁響嘅。我想問你哋，電磁波輻射對我哋身體會點樣呢？好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